继续来关心这个开案、立台案的审理的过程哦。这儿童联盟副处长李凤玲在顶上就表示啊，单性的社工伊并非是无作为去害死凯。刚性的督导嘛，佮讲啊，伊去年应讯的时阵啊，伊并无讲啊是单性社工有疏失，使得凯死亡这款的证词，所以伊讲伊无讲过，为何要继承是证据咧？两个人的讲法啊，等于是反口径啊。这法官就听到伊就讲啊，恁两个安尼讲啊，是对检察官真大的指控啊。凯案还未开庭，法庭路口照管内已经有凯证书来接审犯。就算案件已经审真侪摆，不过凯证书嘛是规巴都火。法警开路，姓陈的社工大话行入法庭内底，这一面规定主要是要了解监视器的疏失，这害凯救袂花。李明副处长讲，姓陈的社工并不是拢无行动，凯只是无应该救伊一个人担。另外一位姓江的督导阁讲出，法官提示伊去年真成功确实有疏失，才会让凯死亡。伊竟然讲出无印象安尼回答，唔知影是安怎互记者呢？无讲话嘛互记者是法官安尼。真大声讲，这是对检察官真大指控。到现在还是否认犯罪，是不是？就算姓陈的社工讲无过失，不过同款涉嫌无做好访问单位，暗含证据却起诉。当时事件压出来2号，佮出面开记者会会室咧，嘛提出3大作为未彻底检讨。不过，这一边副处长和督导的证书当嘴，甚至前后无同款，敢是要反口径？姓陈的社工的律师当庭申请勘验，去年3月12精神的录音档，检方讲会伫咧后一遍规定进前听完，才阁提出意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